管好会使做善事，有美食通食，这嘛袂歹。已经让2打2022年高雄富邦马拉松要伫拜6要举行，不过因为比赛呢，甲轻轨部分的路段有算去交叉掉，所以讲呢，偏偏这个人气，因为安尼来等伤久。高雄这间公司有讲过，10月30迄一天，轻轨营运的时间全线晚3点钟，到早起的9点30分、9点半恢复。这是轻轨营运以来头一摆配合比赛的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有人认为讲安尼无方便，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为了办体育比赛会当接受。等2年高雄富邦马拉松回归30号正式登场，不过26号暗时高雄轻轨伫面册打这张公告。内容社为着配合高雄富邦马拉松比赛举行，轻轨专线延到透早9点30分开始。消息一出，有网友讲实在伤喊，某人讲原来路跑比大众运输重要，某人认为这是高雄一年一摆重要比赛运动市府决定，嘛真感谢市府和捷运公司。是啊，有点夸张，因为大家有点习惯搭轻轨很方便嘛。没有关系啊。因为也是人家马拉松是一种团体呀。市民看法无同，因为运动比赛轻轨延后3点钟营运引起讨论，市府嘛出面说明，延后是要避免让乘客等伤久。大概影响的可能是600到700多人，非常难下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高雄市民大家来支持我们高雄市能够晋升到国际城市。因为疫情停办2年，高雄富邦马拉松正式回归，这个有7000多位选手比赛。今年为轻轨增加环向新路线，头一摆含丹北向的马拉松路线有交集，安内状况环世北市上尾一摆，城市形象、运动风气，阁有人客权益，安怎拢照顾会到？市府需要好好思考。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